网络鸟。今日会请大家来谈一则故事。这故事是詹日润先生演作演上界，回录向热传奇第2界特别10分了年度的故事。谈故事之前，你先来看一下这篇故事的注解，那样谈故事时还没有问题。好，先来看注解。这题目特别10分了年度的故事。这年度是乜嘢呢？注解1：年度是人编嘅，是人念了年度見了後，冇作生冇作父，吞挑沙線，冇分冇讓嘅人。一般來講，全係誰來人？年度對自然貢獻之下冇分冇讓，係講唔係太自然嘅貢獻之下，會馬上變成年薪出來。該年度節就冇法律，但是會顯出年薪來嚟。線上任何部分那係一離開年期，就會冇法度受到年度經濟保護，顯出年薪。佢嘅分配並到日文水地圖呢，達不公平。是了該文水就做得變成年單嘅人嚟。該文水係沙鐵，年度日生人都冇法度恢復人性嚟。注解2：勝利、生意。注解3：食作、吃穿，吃的、穿的。注解4：太快太实，大肆挥霍，形容出手阔气大方，不知节制。注解5：坦得，舍不得。注解6：收、窃取。例句：他很會偷取別人的東西。佢當會偷收別人的東西。注解7：聽痛，動。例句：你頭髮不要一直動，剃頭莫緊聽痛。注解8：血淋淋，鮮血直流的樣子。注解9：砧柄，砧板，切菜剁肉時墊在底下的板子。好，3年實來談詹日潤先生演作演上界回錄向熱傳奇，特別10分了年度嘅故事。日特別10分了年度嘅故事，回錄向熱傳奇，詹日潤。1962年，我新竹師範畢業分派到台北人，偏海10分了學校父母。該樣是年期嘅風景非常正，像人間仙境。可惜2多年來破壞強強，很打傷啊！談講日本時代都愛去以前，談抗嘅勝利很當好事，有錢都見點心店，還有麗莎餅店、服裝店、糕餅店、剃頭店，樣樣車圈，火車人日都按走摩天，來來去去嘅人像市場樣樣板鬧熱。日出到1964年，炭礦再變是鐵30冷沙了後，炭礦就天然沒落鐵咧。該為人嘅生活，日旦實作全老炭礦有關聯。大炭嘅人，頭白人講嘅，猛時生埋，其實危險，唔知早生也暗補。錢雖然傳來辛苦，上面太快太實，好唔知痛。雖然講係安樣講，
有道东西喊係貴閃閃呵，尤其肉類最為珍貴，一般人都唔盼得買來食，也好買唔起。有間點心店，有段時間上發覺到最貴嘅雞髀，也冇鳥兒，也冇狗，上無緣無故連連撒撒淡見hết，感覺到當奇怪，雞髀當達錢淡見hết，該損失就大了。點心店嘅條價樣又好壓又好少，其實坦講，年度兒當我挑所應該東西兒，該年度兒幾看應到，你看見到，條價樣衣服該比可能就係本年度兒所走嘅，以後佢緊做生意，不是就緊做能該改比看。基督該改比順，並記利利嘅財道，有日事就變，果然本記就遇到改比天動咧，條價樣當實手，財道卡起就篤下去，一隻血定定嘅手指，等時跌到正標當年。大年幾條經濟能該血價，都該年度不下去，漲啲係馬沙安西，跳那幾個改比咧。